谁来做客？欢迎来了，今日来做了位呢？伊个专业吼，咱们去拍到，伊系清华大学嘅水下考古中心处理研究员，要将水下考古队长王汉仲大哥欢迎。好，谢谢主持人。好，今日几难得吼，有请到汉仲哥，因为一定无限吼，几少睇台湾。幾難得可以有請來訪問，每同人講一個大部分人如果唔了解嘅水下考古嗬，咁人照慣例，我用嘅帶來嘅小物來認識，嗬，咁人馬上請人咧小助理帶本人提供黃大哥而帶來，哇，我帶幾喏面係咧碗盤來咯，嘿，一個係瓷片呢。肥嘅呢，吼，口瓷器，加英國有特別的典故哦。每項東西都有背後都要有典故，都有意思。咁人家嘅係用嚟獲得嘅。好，我哋調查事件吼，水下考古題調查事件，事先要參考嗰度文獻、歷史文獻資料。拜訪嗰度咧，就船長啦、潛水員啦、漁民啦。可是在這之前，唔會一開始接觸到，係美祿屯也跟飛業有關。有關，我幫做水下考古嘅時間，20年前以前，我都對海底下嚟到海岸線嗬嚟到陶瓷，我都覺有興趣。唔會有興趣，係咪唐公屯周邊嘅時間有關？我做年ที่金門海龍蛙邊啊，一般大家講嘅水櫃嘅，水櫃嘅，我到嘅水櫃邊我可以做安尼一邊，一般咩講我出道啊嘅，大家出道都叫出來嘅種下。係後生嘅都最強做邊都比先氣啊，係算4年咧，係算讀書，係邊也咪。頭擺對嚟到做邊係有興趣，嚟講我哋學啊韓式頭擺嗰度阿邊個學像上下嘅去駐歌，我到南部上下去聽書學北上國語嘅啦嚟到係，嚟到阿邊個我哋碌下佢出貨店，也寄信咧學，買東西都來我哋碌下，所以我哋跟每年咧阿邊個嘅。交情哈，都有深厚的感情。不只會看到阿邊個，對於人哋做嘅事情都感覺講，幾好奇啊呢。一般細來唔想去做邊，結果如係幾想對人接觸。我不但做邊，我係先最難呢，最艱苦嘅水龜邊哇！很多海龍蛙邊啊，金門結果去做邊，跟我屯也飛嘅有關咯。我做邊邊也咪蘇訓係咧，我都做教官啊。帶海龍蛙邊咧嚟到教官，教人咧就游泳啦、潛水啦、戰技啦，軍隊方嚟到。嗰時國立會，咱可以做教官哦。蘇嗰度訓啊，訓練阿邊個咯，因為喺海灘訓練嘅時間，各位本來就玻璃嚟到瓷器，佢擺會出爽。所以每次上課時間都會喊阿邊個帶臉盆啊、水桶啊，都染嚟到紅色。嚟到瓷破瓷器。染咪嗰朵染嗰朵呢，我都有這個好奇，這個沒現代的東西，它的做法，它的顏色，但應該佢做嘅東西，我都對嚟開始有興趣。咁我頭都出到也2塊啊，也係乜嘅，後來都因為有興趣去研究，咁結果也2個係乜嘅時代嘅。像青瓷嘅青瓷很多係深山啊，係中國嘅浙江龍泉，所以
有很多龙泉青池，来这个窑很有名，所以我们提做水下考古题去带下去方研究，像沉船底部东南亚很多国家的沉船里边都過到嚟就龍泉青池。也差唔多嘛，跟年代呀。來算應該南宋南宋大概就是1127西元1127到1279年之間。哇！那你看它中間還印了金玉滿堂，這是吉祥語，就是這個要都很好的吉祥用語。哇！呀給呢？来，这个是一个斗茶碗，我们都知道，从日本跟还有斗茶、打茶、吃茶的文化嘛，其实它是向中国学的。它这个文化早年唐宋时期，从中国这边，因为他派了很多这个学生到中国去，学习这个。当时唐宋的这些文化，其中插花还有这个喝茶，这个喝茶文化他就带回日本去，但是这个其实它是在中国，像这个叫建阳，健康的健，这个阳，阳光的阳，它是在福建闽北方地区一个叫建阳窑很有名的茶碗，因为在宋朝它是这个。从宰相开始流行，所以当时的宰相叫蔡襄，他就写了这个一本有关茶的这个茶录，就谈这个这种当时宋代这种斗茶，要怎么他的喝茶的方式啦，这些哇，當陣如果像漢中國講的一塊。一個很大年的東西，旅遊業故事，而且他竟然可以研究成這樣子嘅很驚人咧！我相信等下還有幾多同考古有關的故事好講，我哋過來看天一方漢中國帶來嘅東西，我相信每一定同考古有關啦！來看下係乜嘅？一種係咪？又係乜嘅？這個指北標。我們在水底下，提水底下調查時間，看到來的古物，或者沉船，那這些調查單一的文物，或者沉船，我們就調查，我們要知道方向，所以還有一邊它還有一個大概有1到10的這個公分的刻度嘛，那比如說一個錢幣，發現一個錢幣，我們就會擺在它正中間。大概10箱，就給人家知道這個比例大概要有一台多大，然後它的坐向到底，那大家可以看到 N 就是朝北嘛，北面嘛，古時候如果標一個北片喺內，如果我發現一個北片有一台，都大概比例都本人了解，那東西差不多一台。他台灣發現呢，安尼個水下的資產啊。差不多有一多啊！我哋經過像鐵器的文化部派呢，水下考古人才培訓鐵器，我哋算鐵器的學生咧。你係元老級。元老做到近來，差不多將近我多20年了，從培訓到近。我哋目前發現好幾百個目標物。那實際上有沉船大概101筆，有101筆，其實幾多呢？除了沉船可能遺跡啦，海底的遺跡啦，還有像舊石器來的動物化石，那可能還有一些建築物啊被淹沒在海底的，所以可能還有像2戰時期的這些飛機啊，它不是沉船。所以像水下考古以調查，唔係講講一定都會沉船，可能嗰度係以上講嘅嚟到，嗰度東西都會。因為嗰度東西唔單止沉船，嗰度會各種原因會跌到海底度。像台灣海峽，東北亞航向東南亞嚟到，像歐洲啦嚟到必經之地啊，嗰重要嘅地方，像台灣咧。地理位置個重要，頭擺都見到呢，所以貿易啦，來到商船
像日本、韓國那度貨物出去回來，你看都會經過台灣，尤其台灣海峽，所以嗰度那種貿易要讀到像澎湖咧，就按到西多嘅，係咪水又不穩定，水溫不穩定嘛，嗰度暗礁啦，所以船呢不時會提來觸礁擱淺。像頭擺嘅氣象冇安好，都歸會沉船發生。哇，古時也會地都有幾多珍貴嘅資產，我等大家去發現、去研究呢，好，我哋過來看第三項，分眾我帶來嘅東西，個進一步來延伸，來，我哋來看，怎麼考古？考古應該跟王子麵沒有關吧？因為王子麵係唔係出遊嘅東西咯。來兩部分講啦，看到來都很親切啦，好像我韓式的台灣南部高雄，都美濃而去六桂，我哋碌下咩係啦正行都郊外啦，我哋碌下頭擺佢雜貨店，佢阿媽都佢會做生意，都有買來到，像韓式他家生活個艱苦上下，買來到頭擺一包都5角，4包，很懷念，我哋碌下，那漢人碌下有一個，哇，你應該很受歡迎呢。很受同學歡迎哦。像頭擺阿爸阿媽中學嘅係蠻貴來，因為佢田行係啲做生意咧係冇，可能佢妒忌啊，要當費用，阿爸阿媽係蠻貴來煮晚餐，所以中學嘅人看到來都會佢想試。我哋試一下，等下我繼續來打嘴鼓，好嗎？都一人一包。好啊，謝謝請用。所以我哋呢隊員他家都會訓練啦，來訓練都要取得國家證照，像我哋國家有規定，像異常氣壓法啦，來到，所以參與這個工作其實輸過多訓。接來做客萬人來了，今日就找了嘅係水下考古嘅專家。其實台灣算水下考古元老級嘅分眾哥，好多分眾哥有講到講，以係做冰嘅時間，而且是最難、真艱苦嘅海龍挖冰。結果接觸到，我次呢鹽到肥嘅，鹽啊太多嘅。為拍過少年團強樣，大家落去釀，唔過如果好奇，你想去啲，也係乜嘅年代嘅，也係哪類嘅，你開始去研究。結果真見變做我哋更加台灣最重要嘅水下考古隊嘅隊長，僅此一隊嘛，沒有別的，沒有分家。台灣路也個，更加人家水下考古隊隊員有一多嘅人。我哋中心教學以來有10個人。15個人，能15個人都做按重要嘅，有啲會處理可能而家冇下水，啱講我哋調查出來譬如講要推廣啦，要接觸要出版嚟到，研究也就要周邊嘅人，可以下水嘅都15個人，下水嘅大部分都隊員啦，係帶隊員，帶嘅隊員，像我哋也看到有嗰度作風嘅相片就係。同水下嗰有關嘛，水下考古，將頭都所以都有看到指北針，呀嘅有冇咁樣嘅？嗱，到探訪啦，探訪，因為考古跟一般咧，像打撈，找金銀財寶嘅嚟到，打撈。你找到過金銀財寶嗎？不能講。我們我哋做水下考古就是殘骸都要研究，廢船，可是它可能後邊會有歷史，唔係講一天都要潛到黃金，能重要啦。下去以後也嘅咩？下去像來很多探訪，咪咧我哋考古都像審查判案那樣嘅，
警察、刑警，那个 V 来沉船来喊呢，船头还是船尾，船中间有什么东西，每一个地方要比一个编号，要摄像，要记录。像可能船中船後可能頭擺船咧船員失翻，可能擁有發現到咧的鍋碗瓢盆那可是這個現在以前的歷史不見得都會記載你就透過考古你才可以發現說，哇，這個船因為文字畢竟記錄的還是有限。那尤其沉船它是就像封存海底的历史胶囊用的，它一沉嘛下幾時間1000年前沉嘛下以來1000年前的東西全部都提共用一個 V 的所以保留嗰度原始的訊息。嗰種我更加想到嘅，我哋以前看嘅鐵達尼號。如果因為真經有一條船呢，以為跑走天涯嘅時節，係啊，大家睇耐食飯，行咧睇耐，其實如愛有考究嘅，不說如何可能安尼嘅吼，水下考古當地，伊個船呢上到嘛個險嘛個睇耐安尼，路邊啦就像人講巡查睇判案，很像我們在看那個案發現場，就會安尼。來個創業來都考古跟打撈冇相同，考古。也重塑古代的這些歷史。古時候如果用一條輔助的東西，不過呢喺水下沉船如喺清代下，就喺嗰啲咩地方嘅呢？所以我哋呢隊員他家都會訓練啦，來訓練都要取得國家證照，來有規定。像我哋國家有規定，像異常氣壓法啦，來到，所以參與這個工作，其實書嗰度訓，可能下一步驟非常多，錯嘛？嗰度像開始唔係講潛水都潛得到船咧，這個事前的像文獻的收集，漁民潛水人員的訪問，老船長或耆老的訪問就會像我今日看到一個文件，如果呢還可以去口述，還可以調查。從來提2009年我訪問提蝙蝠排擠日本兵那條船呢都透過來按照蔡寶生老先生，以經驗行出來北空西日本做日本兵那還可以那下水以前先去做調查、訪談、口述，也得如何做？那係呢調查方法之一啦。有的用聲呐，像我們對方嗰度聲呐，各種這個科學儀器都可以整合起來，看怎麼調查。都係各種無共用嘅 case 可能。老人家訪問過重要。從來而做過日本兵，而嗰度天一次世界大戰提蝙蝠台灣那嗰度沉船，而參加過，所以我潛到而都我做差唔多也記錄，嚟文化部有出版，我寫嚟到訪問也嚟到過程記錄。哇，你能做的事情很全面呢，裡面人按手，馬個如何做？嚟個重要啊！因為我們人有生命啊，像來到排擠日本兵，跟韓出都會上百歲，所以我們也時間一路87歲呢，係啊，來有十多年前呢，所以有時間會掌握時間，不然人世間就是這樣，歲月如梭，時間很快，想要進行的時候，其實很多人也都不在了，所以來調查歸重要。不過對於你來講，你的考古其實有點賣命呢，跟一般的考古冇共用哦。你按下水，其實我尋到按尋咩位數，一路很危險嗎？有時間沒個尋嘛危險。因為水文環境的關係，像有的深淺交界冇
海底下有暗礁啦嚟到，吼，像我哋今年前咩哦，調查馬上去慢公布嘅嚟到算嘅，吼，有的會做乜嘅講保存啊幾好，8個年啦，係保存啊幾好，推嘅幾門險。哦。一般的人唔敢下去，唔敢。一般的潛水員唔敢下去。啊，漁民咯也船咧唔敢去嘅釣嘅，捕魚，因為船咧會觸礁。啊，潛水員咯，因為那種深淺交界海中的這種很尖銳的礁咯，會造成湧生流啊。哦，嘅水域。唔係佢溫天啦，啊潛水員一般的潛水員都唔敢下去，啊我哋都會看配合嚟到潮汐，溫天的時間我哋都會掌握嘅點空鐘，唔係講明日都做得去調查，可以看下潮汐，溫天的時間都馬上會下去，所以我哋按過嚟花嗰度時間，啊都會逐步嘅拼圖。跟那條沉船咯，佢用名嘅船咧，佢拼接做成像3D 圖案嘅調查。超過對文物來講，越危險的地方就是越安全的地方。係啊，不過對唔能調查員，都係幾危險。你有讀到過乜個生死一瞬間的時刻？哦，有哦，嚟潛水都見發現假肢，發生假肢。像我哋6度有一條外國船嗬，差唔多200年嘅，200年嘅船嘅。那條船咧，佢沉，差唔多40米啊。啊，調查我哋平常都有幾天同伴潛水。啊，我家剛才強下伊咧，嗬，資深咯，嗬，下去調查嘅時間，我突然間吸不到氣，吸不到氣，後邊有像我哋潛水高壓管啊、中壓，後邊會閉合啦，係會閉合，瞬間爆掉就瞬間沒有氣，馬上拔上來咯，馬上浮出水面，這不行，這個人的肺可能會人也會爆掉，做唔得，啊，所以平常嘅訓練都幾重要。我哋要求講同伴潛水嗬，啊我做手勢，該講斷氣了，冇，對，啊，他對方也要有訓練啦，他們也會緊張啦，按佢也備用嘅調節器，拿過來，啊水底下所有嘅工作，通知，水面上啊，你要緊急鐘啊，會感應到水底下，他講緊急，來調查工作都會馬上，因為有一個人有危險，所以啊，偏偏那個人就是我，那一趟，所以馬上就2個人強下都，所有調查都暫停，都會慢慢的都會，就會大家就慢慢浮上水面，就要全部我先搶平安嘞。水下考古都安全第一的。係啊，剛幾擺讀到係家下當下的心情係乜嘅？你是馬上就很穩定嘅嗰種哈？千萬不能慌啊！你一慌，2個人都因為什麼？你一慌哈，你我們心裡都知道不能慌，你搶他的調節器，呼吸的，他也會慌啊。那2個人在海底下就打架了。尤其那個一瞬間哈，生死一瞬間，人那個沒有氣的時候是失去。不冷靜就失去理智，可是你都不會，就是所以這個訓練就很重要，默契很重要。咁按你講，從某路係咩渡河係唔渡到，唔係親冷親呢？故說大家不會很慌，你就是可以很鎮靜呢，同也得困難處理好，安尼。假使派啲隊員可能一慌，好上係都唔啲。所以我哋慢慢嚟，明年後生嘅，尤其後生嘅，學下到潛水嗬，他很想很多參加嗰度挑戰，往往安尼都幾危險，安尼潛機會都幾有經驗，都按部就班，
最重要的话呢。吼，古说真紧给训练，因为这人命关天的事情呢，吼，古说训练都非常重要。那潜水之外呢，还有危险的，像ที่东沙跟经验哈漂浮北海，不时可是出现鲨鱼，哦，那有的比较看起来金沙乖的，可是有的很凶猛。像我们经验都赌斗，他赌斗用干啥？赌斗都要冲开，你不能说小白乖啊，那手瞬间可能就说不定就不见了。刚用的哦，刚哈。好，那赌斗，那就暂时有遇到鲨鱼，就是暂停调查，他赶快你也只能出水，好，镇静慢慢浮上。你还要知道它是什么鲨鱼，是它的。品种要好几道呢，吼，好几道是真研几道，几道故事好谈哦。加分总贡献，说下茶，说下咖啡，等下过来讲。好啊，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来的哈，原来公司来亚洲做生意，也算呢沉满来的，那条船呢买一道中国的货物、日本的货物哈，也因为来做生意，所以也有账册。在金门，由于是这个军事，当年是这个军事管制区，所以一般的军人或老百姓是不能到海边的。那但是我们因为这个身份啊是蛙兵，所以比较特殊，我们训练或者出海任务等等啊，一般都是在海岸线或海上。所以说在训练蛙兵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啊，这个金门的廖罗湾有许多古陶瓷的这些标本破片，那于是就兴起我进一步探索的念头。当然，这个军旅啊，它总有一个历程啊。那我在服务到大概是20几年的时候啊，我就跟我的指导这个故宫的老师啊，指导老师就不断的给我一些提议啊。他说你总不能一辈子当兵啊。那在这个时候啊，我就在论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思考啊。最后我就决定啊，在民国97年，我就报名啊，我就退伍了啊。总共服务了将近25年的时间，这也是很漫长的时间。可是这个阶段，我在军旅这个阶段啊，我又同时接受了这个文化部跟中央研究院啊，就是我目前的老师啊，张振华老师，台湾考古学界的这个资深的考古老师啊，那他培育了这个台湾水下考古的人才培训的课程。这是第1期的，那我也顺利的就入选了，那就刚好就在这退伍的过程，我的老师硕士班的老师就突然的就过世，那这就让我的这个论文啊，跟我原先考量的这个生涯规划就有所不一样啊。那刚好就是中研院这个张振华院士啊，也是我的这个指导老师，博士班的指导老师，那他就给我一个方向啊，就说要我来这个参与台湾刚刚起步的水下考古这个活动啊。我想就是我会以这个一杯香浓的咖啡来做比喻，因为咖啡当然大家都知道，它是苦的，可是咖啡啊这个。它的内涵啊，它是可能芳香了，有各种来源不一样的地方啊，它的这个香气啊，每个人的嗜好都不一样啊。那水下考古其实就像品尝一杯咖啡一样。谁来做客？欢迎来了，今日来了的是水下考古嘅专家王汉仲太哥。多汉仲我讲多几多啊，睇水下考古嘅经历。因为像潜水其实就是危险性很高的耶，你还要有非常多各种的知识，
來輔助能做一個歸難嘅研究。不過換種個其實弄會行到水下考古，一條路其實轉折有非常多呢吼。你睇一開始做兵嘛，做兵有興趣嘅，係對一個文物古物有興趣，古所去考一個相關嘅太學研究所嘅係咪？哦。我忙推嘅時節吼，都對頭都講頭擺提金門嘅時節吼，帶蛙兵吼，岩到嗰度咧就開神，因為他會上到阿兵哥，對，好阿兵哥游泳訓練出操，這些這個破瓷片都會傷到他們，所以撿起來就這樣，然後。我當時還不了解這些，只知道它應該不是現在的東西，所以我有空回來就參加故宮，跟這些研究員啊、老師啊請教。可是請教久了，我乾脆最後就念研究所，走就是正規的來學習這個。萬歲讀書有安認真哈？對，我對古物是很有興趣。安姑小時候不是，你小時候是學霸那一種嗎？很認真。不是，我功課並不好。所以我會從軍。唔好讀書。結果你喺讀到一度。有興趣我個性都有興趣我就會鑽研。如果講係因為興趣吼，帶你最後行到一片。其實退下來做嚟工作嗬，偏周邊係個艱苦。因為是冇面多呢。周邊來到軍隊嘅編制層層節制，滿附近嘛嘅。分工下。我哋做嚟水下考古咯，全部愛即間跟主持人啊、先生嚟到愛即間規劃。你們能開始你們是打前鋒的人。大海茫茫啊，沉船哪裡找？何處找？大家看古書，都說黑水溝是先民渡海來台，很多10次有7次都會沉在。阿孫雷霆奈咯，講他敢不會講啊？有他的條件啊，按什麼水？好，突然某個沉，像他敢講澎湖嗰度沉船。係啊，嗰度去安泰我有調查。係哦。按佢實際，唔係像1人1人佢訓練有隊伍，來的成員大家都會。能從零開始呢？都從零，台灣都係嚟開始啊。我係咪聽講蘇訓係連自家隻話都澎湖去門內有沉船啊咧？按起碼會。本來講先生，我碩士班嘅先生，故宮嘅先生講，退下來，冇結果，我先生都當時都突然就離世了，人都都血壓可能血壓過都離開，都到我之前又參加嚟中研院嚟文化部合作嘅水下考古培訓，來主持人又請唔到，當時嘛請唔到人，我亦都聯絡，我哋都見面。黑暗呢？當時呢，其實台灣調查2-3年咧，佢下都請唔到東西。2-3年我周邊冇提澎湖帶過。都到來計劃要提澎湖，因為澎湖最有可能沉船最多的地方。我都跟先生講，我按部就班放心，先去澎湖。澎湖我都頭都講咧，嚟到對耆老的漁民的嚟到口述訪談，因為澎湖嘅沉船有記錄嘅歷史好多嘅。文獻資料好多嘅，澎湖嘅個鐵片咪按到島嶼咪，特別都講嗰度沉船啲澎湖，喺度記錄嗰度按我哋去都訪問嚟到，每個島嶼每個港口嚟到老人家啦，冇抬舉日本兵啦，冇船長啦，漁民咧嚟到漁民，然後咪捕魚嗰位。網具嗰位撈到嚟就瓷器啊！
啊来就蛛丝马迹都做得，那个导演都会讲来，我刚他嘅記錄都係主要係可能口語上嘅、文字上嘅，他把打到提供有東西。文獻嘛唔會，他把會錯誤啊。嗰度文獻。你要真的研究那個物品，能算才算數。像東西方的文獻有，像頭擺嘅宋元明來的文獻佢唔準。我像西方像荷蘭東印度公司來的原來公司來亞洲做生意，也算咧陳曼來嘅，那條船咧買一道中國的貨物、日本的貨物因為來做生意，所以有賬冊。公司會記錄，像台灣的安平古堡以前很多這個熱蘭遮城，總公司在印尼的雅加達嘛，那他們公司都有賬冊，這條金獅號金獅號那條船呢，做一道東西，貴起嘅，結果船呢成本不夠，但是它有很多公司很多賬冊的記錄。有做生意嘅，嘛佢攞起錢，佢所以攞記啊個詳細啊呢。頭擺像宋元明清來的文獻都講，船呢官船也一樣啊，他擺頭擺水師來得船呢，陳馬那人。冇安尼記錄，人都講提澎湖之東，東到哪裡？來到規劃前面，澎湖之北，沒有依據啊。哇，嗰種人就係從零開始，獨嘅一步一步安尼，打造出比較完整嘅，然後一種樣嚟做研究嘅步驟很樣嚟，那有可能安尼深度，更加講有8個嘅。一個地點可以去研究的安尼，都今年文化部有經過法律列冊的有已經8艘了，去年的兩加2艘，哇，總共8艘了。以後可能我們都會主管機關像政府來的也會建議我們做的研究啊，差不多做的會陸陸續續都會印證㗎。哇！嚟對台灣其實蠻個重要，哇！唔過人都10個人背着這個很重要的任務啊，係精明蠻個重，難怪非常冇成績嘛，人哋會有壓力，會有壓力，業績壓力，我頭都已經批到個項，有批到冇？我好奇係嘛嘅，等下漢狀哥呢，我帶來以咱們重要嘅有貼配意義嘅料理，等下錄下來食。我批到唔掂嘛嘅意思，佢強靚嘅批到啊！岩味都對人佢好，所以咪咧也換房結束一隻位，嘅檢查都聽人錄下門口，全部岩味都係煮嗰度東西。誰來做客？萬年來了，今日來了嘅係水下考古嘅專家王漢仲大哥。睇下嘅第4趴，人哋咁樣咧，都係而且漢仲哥帶本人咧，以佢有匹配意義嘅料理，像小助理問本人咧，可能係嘛嘅，棉花板，係咪？棉花板，很細喺南部，有幾條色哦，棉花板，讀小學嘅時節，很細，不是頭擺，我來研究頭擺有台灣4碗，4碗呢1碗5元頭擺，台灣呢7元，我記得，還記得，我唔記得萬歲銀咧，棉花板幾多錢咧？唔記得冇，我唔記得，唔識看啦，有符合。係啊，有得料，所以你要我知道，各位試看啦，一個當然不可能是真的美濃送來啊，可能是有屯晚些米線有茶過多麼？你現在在拍了？有啊，非常好，非常好。這段要用哦，這個非常道地，一吃就想起故鄉。我因為睇到你都講場面話哦。本來應該這樣講。佢當然會講北部棉花板和南部茶粿島。茶粿島也冇相同。用的冇相同。它的
Q 度，还有它的透明度、制法，呀做法无嘛像。冇咁樣吼，嗰種咩係生南部的这个咬起来就嚼劲比较 Q 弹了，它比较透也微微有比较透明，像北部的这个就比较白。比較個款係咪？個款係白色，冇咁樣，冇嘛咁樣。嗰種是北部嘅咩生唔關咧？係生唔關。關嗬。從我聲音咧嗬，見下去南部嗬，因為喺台北出生，過去南部，除了佢講來過來生面趴板，生面趴板是客家客家板條。板条、客家那个卤猪脚啊，这个一直讲，它就会吸引你。哦，因為好食，跟泰也都講唔好貴。哦，用食咧就怪人貴。哦，萬世時間友好啊。他講到板條哈，講到豬腳或這個高麗菜風啊，什麼冬瓜什麼，就會勾起他，因為他小時候。過年過節我都會專門過去過年。係。面趴板對你們係最重要嘅。係啊。你上到對你重要料理都係。韓式讀美濃中學。哦。係，從中學嘅咯，都會去食面趴板，美濃中學嗰度面趴板店。係。安尼幾家係，個肉個有名，係個好食，我哋都會。萬世路怪好食。生唔會味，咁當然冇明日生咯。我有阿爸咪本零用錢啦，有可能是啦。咁唔家下可以做餅呢？係乜嘅反應啊？哦，做餅嗬，阿媽其實客家人嗬，唔係從人哋結胎以前嗬，唔到好本身人嚟去做餅，所以阿媽是反對我做餅。我講頭擺我哋對阿邊個個好。係，頭都講都頭擺明年阿邊個陸戰隊啦，冇陸軍會去軍嘛會來到上下去駐歌。今日嚟陸下係也買郵票，買乜嘅差唔多全部都嚟陸下。啱尾都對人個好，所以咪咧也換房學結束一隻位，嘅檢查都聽人陸下門口，全部啱尾都喺駐嗰度東西。大家依依不捨。係哦。係，我哋推我哋碌下四姊妹咩，我姐我哋三兄弟咩，人推留貼紙，頭擺冇手機啦，貼紙聯絡啊都係三生兩世行啲聯絡。哇！係嚟到阿邊個推嘅，係都幾好，所以來這種感覺都影響到我都頭擺我都做餅。結果媽媽講冇，阿媽講唔冇，阿妹都個佢面相牽唔到起啊。係哦。係。阿爸爸咯，爸爸家下反應係用嚟。我爸爸媽講因為我考5轉冇考到幾好嘅學校。係。我都講那家去做餅，我爸都講現在都唔係 healthy，嘅天咧係。而都講係記佢印象深刻，講行出狀元，講唔結天家都講好唔怕，天人咯，記民國70年印象很深刻。而都結天咧咯，而都9月2月嘅畢業，而都起很近，所以我去鳳山火車站。因為家有那個軍校列車，董事節嗰種園長蔡明耀，都跟國中嘅嗰度女學生啊，都喺鳳山火車站啊，就縣長都送嚟我哋從軍，都一對鋼筆。女生就幫我們獻花。哇，梗係安尼哦！阿爸都最愛去鳳山火車站。新村嘅哦。上去嘅咯，韓式人佢冇去過北部呢，除了初中畢業旅行啦去北部，平常都喺南上下。過了1、2月橋，往
去北部的火茶哈，军校列车嘛。啊，如回头看，月桥对面就火车站一片哈。啊，如看到阿爸骑眼镜如因看啊，俺来茶园火车要北上，启动，我就让我想到朱自清的背影。对阿爸，问阿爸爸呢，一路上骑眼镜转来。到火车站，周边，看到这个此情此景啊，讲选择了不后悔。刚安尼说那说到近20年，侬还像样安有热情咯？你感觉个热情系对哪落？我感觉像俺不是会跟周边国家各国去比较周围我提来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嘛，我觉得也不能，我都离家这个抛家弃子了，落下去台北，我去平复工作，这个不能混啊！哇，真印都是很有热情，去做这件事情呢，哈。对啊，咱有沉船敌人那的故事，咱有他还是。死的，残骸嘛，沉船在海底下，它就是残骸。系啊，从来头一开始拿一个量黑蒙研究就只是破瓷片而已。一个黑的，一个蓝的，不知道什么。好像刚刚那个瓷器，它在中国宋代就有很多典故历史，好像蔡襄。他这个茶录里边，好像《陆羽茶诗》，他就讲过蔡襄，当时的宰相他就说，这个黑釉碗要这个调打者，像这个野生的那个灰兔子的它的羽毛然后打茶，打了这个喝完茶之后，这个水就沥干了它会留在最底下。那这个在黑釉的上面有一条一条。蓝色、蓝绿的这个，它就形容，要选择这个茶碗就要选这样的，是最上等。在宋朝他就这样讲的，像那个青瓷刚刚写金玉满，做一道的滚可能有可能安尼吼，一个毕业都可以讲安多。我要一边吃一边听你讲。然后先感谢今日来分享按整几个唔给人生的故事。加三下来呢，我会一边说一边谈讲故观众朋友都冇按好福气堂的多谢分众哥。唔通讲哪个一块係？那我一块呢？我头都讲一下呢，在中国浙江龙泉生产的这个窑叫龙泉窑，主要是青瓷啦，我讲青绿色嘛。我做一叫可能有可能。像他那个在宋朝选择最好的龙泉。